哎。咱里面一定给它回的所以这条的叫做金线线。那么因为咱这条的天平线，维系着啥？因为咱经过了引导而来成为着咱弥勒佛的观想。好，所以这个大家庭叫做什么家庭？弥勒家园。好，咱都叫古代有讲真的来介绍一个什么人相配合？咱的弥勒祖师弥勒佛嘛。哦，所以咱都是弥勒佛的观想，那么咱一定爱讲这个金线啊，因为这条金线，因为这条金线甲咱涂掉的哦，家己无家己走出去哦，一定爱伫咱这天平金线的天平金线安尼甲咱保持了，安尼家己嘛是爱家己爱守着咱家己有的这条天平金线，安尼好无？来，这是去参访的一个相，这个非常济这先生啊，咱其他先生道场啊，咱嘛是拢点参访，那么嘛是因为这条天平金线因得离心，好，你看周围拢有真侪咱弥勒的怪兽啊。咱先看小米，这是咱台湾世界鼓励办的迄敬老活动，然后即摆呢就是传新灯，咱有个前日，传新灯的一个活动。这里的是老菩萨安排的是好学，为老菩萨注重，这是咱的先贤跳舞祝福咱的老菩萨这是咱花莲的体育班，这是咱大来。大来体班，这嘛是咱花莲体育班实惠班，这是咱台北的体育班。是咱台班的体育，那么伫咱新闻说呢，咱好不会去大家就是一起分工合作，同心协力，甲学会做好，做伙修德做伙食饭，做伙做工课，做伙一起做安尼吼。这是咱语理班，谢谢，大家一起分享所学分享心得这个老师甲咱讲咧，进步是来自于改学养生，成熟是来自于无私体贴，咱做伙念自在是来自于心念放下，踏实是来自于避贪悔戒。这是咱三宝的恩典这是咱书会先贤，这咱军演先贤，这还是讲三宝。调适合咱各位先贤这位用餐，咱三宝文理班的先贤，这是咱调适对咱鼓励，有这个恩典，有这个恩典，是有这个恩典这个是咱必须要嘛是道家，因为咱有道家，咱才会当来了解。这嘛是咱大来台班的经典的新闻班。咱去大来大家做伙聚餐做伙用餐，做伙学习，做伙听班，你话负责。咱一般的先贤后期的先贤。大家学呢，学三八学安那，学到为什么看？欢喜充满咱修得够快乐。哇，咱这个老师甲咱讲，咱做伙念咱每一个人拢是为师的宝，为师无放弃咱，咱嘛袂当放弃家己，好无？修完的度人心专，虽然非常的辛苦，但是恁一个嘛，这个的道理拢有是用吃帮助为师，使着法准，载着众生，更一天，好无？道理的其他排除着咱天地疏离，时时爱甲家己讲，存着敬礼敬念、敬心敬意去修办，做好家己的代志，有啥物代志就咱甲老师讲。
个洪医师哈，洪医师好在分享批采购的新的啊，这个雅萍还是3个，咱个聪明浅显好还是3个，咱个村民好，还是学习3好，咱个文理还是3个。哦，谢谢。你在相片的这个外相相片会当中，咱到，我系讲哎，其实大家拢安那，拢非常欢喜有无？还是不管还是三宝也好，还是三宝伫咧学工书，各位谢谢。伊若讲，请咱来学工书，咱对咱会啥物款的成绩？啥物款的成绩？紧张对无？啊，伊讲会一句话出牌，人讲我哪有法度？今仔日来好，咱的台南的组长来，你也来个三宝哦。几个？好，4个跟拜餐哦，欢迎大家拜喜哈，是拜喜，稍微开心哈，因为呢，咱好话想起来，误会他就讲，我有法度，哇，三宝在这嘛，因为咧查工就讲，我有法度，拢安尼讲哦，所以各位先生，在于咱这个老师甲你讲的吼，不管任何，不管你是学三宝，你要做啥物款的理财，拢共款，咱有非常侪道理嘛，就比如讲咧先讲的啦，这嘛是道理，讲三宝嘛就是一款道理，道会读过愈侪，所以道理愈侪款。啊，咱读啥物咱就当有更较读愈侪啊呐，愈侪会当了解的机会，咱听得到。哦，所以咱这个老师嘛，甲咱强调一件，一个观念哦，每一项代志，毋是咱有法度无法度的问题，是在于咱愿无愿意的问题。咱会还是毋会的问题尔啦，敢是安尼讲？是吼，所以各位姐姐，你刚下来过来，迄对个较少年的，迄浅浅过来，我闽人啊，杨明啊，你爱出来学三宝哦，你爱出来讲书语，杨明，我那我比如讲诶，你爱出来学讲书哦，爱出来学习三宝哦，是讲小猪逼安尼，吼，爱讲是好，袂使讲我有法度，我无闲啦，啊，迄无闲吼，有当时无闲，会顶个啊呐，顶个啊呐，无闲哦，一直无闲，一直无闲，啊，后尾长期会变哪？会变无闲哦。哦，所以以后就有班，不管啥物班，咱就是爱出来学习，就是出来就对啦。啊，出来遮咱楼骹像今日楼骹，咱伫遮入班吼，大家坐伫这椅仔吼是上介幸福的啊。因为咱讲，咱拄啊，咱伫遮坐伫遐听电视指挥，咱楼骹有一大群的工作人员伫遐呐摆桌啊椅啊，就是咧中昼咱要食火锅的一款，有诶无就对啦，迄嘛是爱人做对无？啊，这敢是做对的代志，敢是生活的代志，敢是上好代志。嘛是新的，嘛是新的，只是讲分工合作，一般都有团副主管，安尼共同甲咱每一班的范围呢，拢开了非常圆满。有目前啊吼不好诶，所以以后问什么班，不管有你的代志啦，你感觉有你的代志啦，拢无你的代志啦，还是讲咱不能要送啥要送啊，不管吼，咱拢一定爱哪，一定爱出来，出来你就是有作用，出来就是一定有作用，若讲有出片的，有啥物会有贡献啦，吼。好来，咱即摆来，咱即摆